大家好，咁嚟緊5月10號星期六就跑沙田賽事嘅，大家留意啦，就唔係跑星期日嘅，有泥地有草地喎。嗱，呢次我係講第7場賽事啦，呢場就3班跑泥地1650米嘅。未訂閱我朋友訂閱翻我啦，撳一撳個訂閱掣，撳下鐘仔啦，有新片會通知翻你嘅。咁大家撳鐘仔嘅時候記住揀全部通知啦。訂閱係完全免費唔使錢嘅，咁另外最緊要幫下手撳一撳個 like 支持翻，多謝翻大家。嗱，咁呢場就馬少少喎，11隻馬跑嘅，逐隻馬講講先啦。1號馬精英紅心啊，嗱翻過嚟跑泥地喎，呢隻精英紅心。大家留意翻咧，佢最近3場賽事咧，嗱一場就4歲系列，另外一場就3班田草2000，另外最近一場就3班谷草18米。3場都唔關事嘅，呢次就翻嚟泥地啦。呢個3班1650米首本路程，今季呢個路程係贏過嘅，贏馬騎師正布文啦。最近3場都唔係布文喎，呢次又換翻阿布文，睇下佢會唔會有機會回馬槍啦？呢隻精英紅心，都係有啲機會嘅，我睇佢都，大家要留意，因為賽前咧其實布文咧。都試咗個大閘咧跑第1嘅，都試得幾好嘅呢隻精英紅心，都可以睺嘅，我覺得就。嗱，2號馬魅力寶區啊，嗱魅力寶區呢隻馬其實上季咧就試過喺2班嘅泥地1200米咧兩 win 嘅，泥地又冇問題嘅，1650米泥地都上過名，其實呢隻我覺得可以冷門可以睺，應該有半冷門10幾20倍嘅，我覺得佢呢次會。嗱，3號馬都靈福星，都靈福星呢隻馬其實今季咧3班呢個路程咧潘頓有幫佢贏過馬嘅喎，最近一場咧就3班谷草1800米潘頓騎咧就麻麻地喎，完全冇飛23倍，最尾就即係叫做輸8個馬位，嗰場咧佢係跑尾二嘅，所以呢次咧潘頓都冇騎佢啊，換咗奧爾文，當然就偏向觀望啦，呢隻都靈福星。嗱，4號馬天威啊，天威就即係睇落去啊4平8穩啊，因為呢個路程真係實在太犀利啊！呢個天威當然亦都係好大機會啦，佢就。5號馬艾利奧，艾利奧咧其實今季都執咗場喎，3班泥地1650米，之前又試過喺4班泥地1800米贏過啦，其實今季都2 win 嘅喺泥地叫做。今季贏完最近1場之後咧，最近2場咧又即係好似走咗樣咁喎，呢隻艾利奧。最近一場就田草更加去到67倍，完全冇飛嘅，輸6個馬位。佢最近3場咧，都係黃寶嚟嘅，呢次又換咗霍雲星，都係偏向觀望啦，可能即係今季贏1-2場都食飽咗咁樣。6號馬堅闖啊！堅闖我覺得大家呢次一定要高度留意嘅呢隻堅闖，因為五彭指出2隻咧，我覺得呢隻堅闖呢次應該好大機會去馬嘅，我非常之睇好呢隻就。7號馬黃龍飛將啊，黃龍飛將呢隻泥地當然犀利啦，但係佢就泥地1200喎，呢次就即係首次真程跑1650米泥地喎，得唔得咧？要估喎，未跑過喎。血統父系贏到1350米，母系嗰邊血統嗰啲有啲家族成員咧，就即係贏到2500米，即係照計應該就掹到嘅。但係當然佢始終都係第一次跑啊嘛，亦都係要估下。姚本輝呢場出2隻，2隻都好似即係有少少疑問啦，但係泥地當然都非常之耍家嘅，呢啲黃龍飛將即係唔排除佢亦都係真程都冇問題嘅，亦都可以搏一搏嘅。8號馬海明神區，海明神區就9-0嘅呢隻海明神區，就都未好過啊！呢個路程其實叫做就試過輸冇咁遠啦，輸3個幾馬位，即係其實佢跑9場，即係跑得最近嗰場就係輸3個幾馬位嘅3班泥地1650米，但係當然就偏向觀望啦。9號馬超加加啊！呢隻超加加係咪一定超咧？2場都犀利嘅呢隻超加加，一場贏3個幾馬位，最近一場又即係再下一城啦，換咗潘頓。呢次當然佢又有個難度，又係
升班喎，啲對手唔同咗喎，呢次又咁啊呢隻超加加嗱，姚本芬兩隻都有機會嘅，但係兩隻都係好似有少少瑕疵咁，一隻又未跑過，另外一隻就升班。咁啊當然唔排除呢隻超加加亦都即係好大機會，即係再贏都唔奇升班都，但係當然都係要搏佢升班呢個問題啦。咁啊最近兩場跑得都非常之好。咁排咗6檔都好跑嘅，即係超加加。咁啊，大家亦都可以度一度啊，睇下佢會唔會又即係大熱門喎？呢場有可能。嗱，10號馬勁步速啊！嗱，勁步速就跑2場嘅啫，兩場都過百倍開外，就都未有咩嘢睇嘅。呢次啊初跑泥地嘅，咁啊11檔當然就即係偏向觀望。11號馬北海道，嗱北海道今季就執咗場4班谷草1500米嘅。咁啊，最近3場咧升咗上去3班咧，咁啊有一場就叫做上名跑第3啦，嗰場就都係1500米嚟嘅谷草。嗱，最近2場咧就即係好似走晒樣咁嘛，又係最近一場完全冇飛30幾倍，輸10幾個馬位，呢隻北海道唔知搞咩嘅。咁啊，係咪部署減埋嗰一分落班咧？呢隻咁啊排咗1檔，呢次啊走過嚟轉過嚟泥地喎。咁啊，睇下佢會唔會係部署減埋嗰一分落班先再喐手啊？咁啊，我都係等佢落班先再睺啊！呢啲就嗱呢場馬膽咧，我最後決定咧，即係搏一搏啲即係邊線冷門馬膽，就搏隻6號馬堅闖做馬膽啊！咁啊呢隻堅闖嗱，雖然最近嗰場就輸6個馬位跑12啦，但係呢隻馬咧，咁大家留意翻咧，佢就即係跑咗20場，咁啊2 win 5個第2。3個第3嘅呢隻堅闖，咁佢2場頭馬都係田草個攞到喎，田草14米喎。咁啊，但係大家留意翻呢隻馬咧，其實今季咧喺泥地嘅1650米咧係4個第2，1個第3喎，即係其實呢隻馬泥地能力咧都犀利喎。嗱，最近一場3班泥地1650米就好似即係完全即係走晒樣咁樣，咁啊跑到第6啊輸，唔係跑12啊輸6個馬位。咁啊呢隻堅闖即係好似最近一場我冇乜料到，咁啊嗱，但係呢次咧就即係有少少唔同嘅，我覺得就因為一來啦，佢係休息咗個幾月先出嚟跑呢次，咁啊大家留意翻咧個晨早票咧，咁啊試買大閘先出嚟跑嘅，咁啊二來咧又換咗艾杜啦，咁啊加上咧排咗3檔，咁同埋重戴個眼罩俾佢咧，呢隻堅闖咧其實即係上場係留得即係太後啦，咁啊我覺得呢隻馬就唔需要留太後嘅。咁大家留意翻咧，咁其實佢咧今季咧即係有幾場入 Q 咧都係居中跑嘅，其實呢隻堅闖。咁呢次排咗3檔，重戴眼罩，休息翻個幾月，試埋個大閘，咁我覺得係多咗好多嘅有利條件咧，排咗3檔，亦都係可以居中跑。我覺得呢場5棚至出2隻咧，呢隻即係應該係主力喐手嘅呢隻堅闖。我覺得馬膽可以搏一搏啊，呢隻有啲分頭。嗱咁腳啊2隻腳俾大家。咁啊，第一隻都應該係半冷門嚟嘅，又係我第一隻我揀咗魅力寶區啊。咁啊2號馬呢隻魅力寶區，嗱咁魅力寶區咧上季咧就即係贏過2場嘅2班嘅泥地1800泥地1200米嘅。咁啊泥地性能當然啊犀利啦，咁啊兩邊泥地2班1200米。嗱咁啊今季咧大家留意翻320場次嗰場咧就2班嘅泥地1650米喎，嗰場係2班嚟喎，咁啊1650米，咁啊湯普森，咁啊嗰場係跑第3喎，咁啊輸俾頭馬知足常樂，輸個幾馬位喎，咁啊都叫算唔錯啦。嗱咁去到541場次嗰場咧，咁嗰場亦都係3班泥地1650米就係布文騎嘅，嗱咁嗰場咧就排咗13檔。咁啊，大部分途程都外碟冇遮擋嘅，咁啊，所以嗰場我覺得係即係可以抹咗佢嘅。嗱，咁呢次咧排咗4檔喎，又唔同喎，咁啊排咗4檔，咁啊換咗呢個冷門賀銘年，咁啊，我覺得即係有機會爆啊呢隻，因為排咗4檔咧，即係可以即係守好位跑啊呢隻魅力寶區，咁啊一定係有分頭嘅，擺賀銘年咁樣，咁啊加上上場即係又即係。跑個第6嘅一上場田塔安騎，咁啊呢次啊真情跑1650碼，我覺得係可以後第一隻腳我拖翻佢先。嗱第二隻腳就拖埋嗰隻天威啦，咁啊呢隻4號馬呢隻天威就即係4平8穩噶啦，呢隻天威就嗱佢大家留意翻，其實佢上季咧
一開始係韋達馬房啊，跟住轉咗去無偉傑馬房。咁啊上季就冇上過名嘅呢隻天威，好似即係完全唔係好得咁樣。嗱，但係今季咧轉咗去羅富全馬房咧，就即係變咗第二隻馬喎。咁啊呢隻天威，咁啊嗱，首先喺即係轉咗馬房之後，第二場就轉跑呢個四班泥地1650米啦。咁啊楊明倫咁啊即時就打開勝利之門啦。咁啊其後咧咁就都非常之好啦，成績就咁其實佢就即係呢隻天威咁啊，大家留意翻咧。咁其實佢就總共前後就攞咗4 win， 一個第二，一個第三嘅，即係今季。咁啊，當然就即係好多都係4班泥地1650米，咁跟住又升上去3班泥地1650米都贏到馬嘅呢隻天威。咁啊，可想而知呢隻天威泥地呢個路程係非常之耍家。咁啊，呢次其實又係跑同程啫嘛。咁啊，檔位同上次差唔多，上次8檔叫做輸少少，輸個短馬頭位入 Q。咁啊，呢次9檔。咁啊，如果二碟有遮檔好好跑嘅呢隻天威，亦都係好大機會。咁其實佢就即係。嗱，呢隻天威賽前咧，亦都係楊明倫試咗個閘咧，亦都係跑第一嘅。咁啊，狀態亦都係保持，咁啊拖埋佢啦。嗱，呢條片就講到呢度，咁大家記得幫下手撳一撳個 like 支持翻，多謝翻大家。